死写真，扬我为名，就算到时候斧头帮解散，我也要让你在五岳山寸步难行。来，再来话，我掐死这个转世孙悟空，让你以后永远找不到唐三藏。别停，有本事你别停，我还有我一群。快走！我真的走了。臭猴子，看你往哪里跑！你吃了我也没有用啊！你运气很差，你会生不如死啊！等一下，我现在就正式任命你为积雷山的首席风水师。别说一所破茅房，就是整座牛府拆了，我也在所不惜啊！咱们干脆不如用刀把他宰了。你想，我把他吃了就长生不老了，还怕什么血光之灾呢？结果。就是这里了。这儿咋了？牛施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里是积雷山的一处风水宝地，专管姻缘啊。管姻缘？这儿？是啊。但是由于常年为土所掩盖，不见光啊，要挖地5尺就可以改变你的姻缘了。不见光？不见光有什么不好啊？不见光当然不好了，不见光代表了黑暗，代表了混沌，代表了混乱，代表了浑浊。你在姻缘上，你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你不喜欢的都喜欢你。如果你妥协了，稀里糊涂结了婚，接下来接踵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猜疑、争吵，还有生活上的不和谐。高僧，说的太对了，可是挖5尺就能解了吗？不可以呀，挖地5尺之后再下一根龙柱，这样就破了旧格，立了新格。到时候你的姻缘就桃花朵朵开，路边的野花随便采。不会野采花吧？不是。哎，你们快去给我砍一个上好的木头回来。是。高僧，那龙我雕哪一种？是蛟龙还是八部天龙？卫龙。贤弟，你想干什么？哥呀，咱不说好了吗？我改变主意了。谁教的你这么天真呢？贤弟呀，你不要心急好不好？就算别的妖怪来抢，我牛魔王会怕吗？不怕神对手，就怕猪队友啊！小和尚可以呀。
好丰盛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们大王说了，高僧白天辛苦，晚上好好补补。谢谢大王啊！你们慢用，我就先走了，高僧。哎，别走啊！都来了，一块吃吧，坐下坐。我还有事儿，我这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比吃饭更重要呢？再加上我是出家人，我不能吃肉啊！来，听话，张嘴来。哎，听话。好不好吃啊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也要舍得嚼啊，不嚼没办法消化，来嚼。来吧，来啊！来吃点菜，来，继续再吃点肉。哦，来，喝点酒，我知道你接着，来啊！其实做牛呢，跟做人也是一样的。其实牛是应该吃草的，多吃了肉呢，就像你们这样子容易晕倒，有可能是食物中毒。哎，行，哎，你还挺能睡，昨天晚上都喝多了，现在头还疼呢。哎，唐高僧呢？大师一早就被大王叫去看风水了。看风水去了。哎，这小子，来叔叔，小心呐，不要摔倒啊！哎，那边快挖一点呐！哎，把那个泉眼快堵住啊！啊！高僧，谁叫我啊？哎呀，干嘛这么鬼鬼祟祟呀？不要偷懒啊！你不是送饭的那个小哥？对呀。哎，你今天有没有头痛？有没有宿醉呀？哎，不过话说起来很奇怪，贫僧是不喝酒的，怎么跟你在一块就醉了呢？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呀。我们可啊，你听我说，那边那个洞穴好像有点异常，要不您过去给看一看？带路啊！不要偷懒啊！老僧，快点，就在前面。哎，等一下，咱们还没到呢，高僧。你呢？你觉不觉得这个洞穴有点不妥？哪有什么不妥呀？有啊！你觉不觉得它隐隐约约有股黑气在冒出来？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以后一定会导致有血光之灾。不是，高僧，咱们得按顺序来。哎，去那边。哎，你进去看一看。啊？我？你去看一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妥。你自己怎么不进去看看呀？我害怕。哎呦！血光之灾！哎呀，血光之灾啊，怎么办呢？出人命了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救命啊？有人啊！血光之灾啊！救命啊！还是就这样去找他吧。哎呀！救命啊！血光之灾啊！救人！救牛啊！血光之灾！哎呀，起来！睁开眼看看我是谁啊？我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你看我啊！哎呀，仙子，你听我说，那边有个凶穴，会吃牛，很厉害的，快跟我去救牛啊！那你闭嘴！你听我说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安安静静跟我走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可是没有，可是他们想吃你，你还为他们改风水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慈悲还是傻。哎呀，没有，仙子啊，不能走啊！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祥子，你听我说，
如果牛施主发现我不见了的话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。他一生气呢，就会迁怒于悟空。你知道了，牛施主鬼那么大一只，悟空不够他打的，他可以把悟空打上天呢。你还管呢？他要杀你啊！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我不可以看他去死啊！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不如呢，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等一下在东边，我再盖一个法阵，然后镇住那个凶穴。这样呢，就算我不见了，牛施主他也不会很生气，他就不会迁怒于悟空了。你还真的信这个有用啊？当然有用了。那我就再等等你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个叛徒还有脸到这儿来？吃饭了。你还知道给我拿2个馒头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站住！你回去给你主子捎个信儿。我现在只是法力还没有恢复而已。等我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时，我一定会让他死得很难看。现在放我出去，我还能饶他一条生路。齐天大圣，你，孙悟空，我还是玉皇大帝嘞！啊，想对付我们家春春，再等500年吧你。等会儿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春。你平常不都是叫他主人吗？主人好像叫我了。哎呀，春三师娘的肚兜哎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那原来你已经恢复。没错，我早就好了，我都是装的。你能把我怎样？你打我呀！那你还不放了我呀？帮主，你是想让我背叛春春？做你的梦去吧！想什么你，笨蛋！呸！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？哼，怎么可能？那你还不放了我？我是要爱他10000年。他是妖怪。真正的爱情是不分种族的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爱谁10000年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骗我？我也不想。但是其实我…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说到底，你根本就不想见我，对不对？跟500年前一样。怎么会呢？
你那么漂亮，虽然你是个妖怪，但你也是个漂亮的妖怪。我怎么可能？别碰我！如果我说我不是孙悟空的话，你会把我怎么样？我会杀了你。可我真的是，之前一直瞒着你是我不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有苦衷。你有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？这当然是怕我杀了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就不能来吗？孙悟空，你为什么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？多管闲事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把他的话套出来了。你以为他还能跟你说实话吗？你还没被他骗够吗？让开！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骗得我们姐妹俩好惨？你怎么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下手太重，把他给杀了。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骗了我们的感情，然后一走了之，你就不想给我们一个解释吗？起来，别装死！他昏倒了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孙悟空，有那么容易昏倒吗？够了，别把他折磨死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唐三藏的下落了？还不走！你该不会对这臭猴子余情未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你要不是余情未了，为什么不愿意为他动刑？我是为了把机会留给师姐你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他当初是怎么对我们的。我现在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走。青青姑娘，你的腿没事吧？青青姑娘，我这招叫做忍辱头生，大腿上被插一刀不是事儿。我看你是没事儿，走，走。青青姑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少废话，快走啊！是要去哪儿啊？哼，少废话！还说没对他动情？怎么？你这是吃醋了？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春30娘？啊？我们好歹上一世也相好一场，晶晶还是你师妹，我拜托你就成全我们，不要再纠缠了，好不好？给我闭嘴！谁跟你好过？哼，你这记性不太好啊。要不要师妹我帮你回忆一下呀？快走！哎呦！这个吃里扒外的二五仔，
我以前待你不薄，你还告密，出卖我！孙悟空伤你不够深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只是法力没有恢复，法力恢复之后，他不会跟你白头到老的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一个和尚有水喝，两个和尚没水喝。出卖我！师妹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你刚才中了我的盘丝软夹毒，7日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就会毒气攻心而死。姐姐，姐，把他带走。打呀！休息一下。静静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他没事儿，暂时死不了。不过，再过几天就不好说了。哎，你想不想救他？好啊，那你就乖乖的在这儿忏悔、认错、自裁谢罪。等姑奶奶高兴了，哼。没准儿就好心救他一命。大姐，你真的是误会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孙悟空。少在这儿装蒜！之前你明明说你是孙悟空，怎么样，想反悔啊？你动动你那个脑子，好好想想，如果我是什么孙悟空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连我的前世都记不住呢？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跟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呢？看来不对你动刑，你就不说实话。怎么回事？牛魔王，牛魔王，唐三藏交出来！这里没有唐三藏，快滚！少废话，交不出唐三藏，这里所有人都得死！大哥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？不错，你是谁？我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的结拜兄弟，转世啊！你是孙悟空转世？是啊。那就受死吧！他不是孙悟空的结拜兄弟吗？谁知道你还造过什么孽？快给我松开！我的！
吧！想车轮逃跑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敬业？我们一起走得了，走。想困住我？金星！你这个没义气的王八蛋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！放手，放手啊，放手！快跟我去救人！我跟你说，我只是回来拿法器的。虽然我是个神仙，但是我不是那种战斗型的嘛。有机会我介绍哪吒给你认识啊！你少给我废话！哎，牛魔王，五体老祖，如假包换，就是他告诉我是转世孙悟空，而且他知道唐三藏的下落。误会，我不知道啊！唐三藏哪儿啊？快说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放开呀！春春，金星，春春，你没事吧？春春，快跑！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你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……哎呀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海丝洞。牛魔王不会找上来吧？哼，这里有几千个入口，让那个笨牛也进不来。几千个入口。金金，你没事吧？你敢动？你动一下，我就掐死你！有话好好说啊！现在你还敢说你不是那臭猴子？我真的不是。你混账！在牛魔王面前，刚刚你明明承认你就是孙悟空，现在想反悔了是吗？就凭你的出尔反尔的嘴脸，无耻到底了，一定是那臭猴子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是孙悟空。那牛魔王也在找唐三藏的下落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走。春春，你没事吧？那个小仙人，他受伤很重，没什么力气的。春春，孙悟空。你没事吧？你告诉我怎么出去，我背你。出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盘丝洞错综复杂，大小洞穴尚浅，只有躲在里面才是最安全的。行，那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这个牛魔王到处找唐僧，这个小贱人就把臭猴子给抓走了。要是让他们给跑了，我岂不是白忙一场？恩也没报，我仇也没报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要你管！
我有主意了。哼！你究竟是不是他？主人，来人了！是我师姐，她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洞口那么安全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他那么伤害你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不行，牛魔王已经杀进来了，他又认识我师父盘丝大仙，难保不知道洞口在哪儿。我必须去救他。你伤成这个样，你出去不等于送死吗？要死，他也只能死在我手里。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要死，我就跟你一起死。你挡在前面干什么？你又不会法术。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虽然我不会法术，但是我起码可以给你挡一剑。主人，你醒醒啊，主人！救命啊！为什么呀，主人？你不要丢下我，主人，你醒醒啊！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起开，起开！师姐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静静，静静，师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心慈手软，迟早要吃大亏的。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吧。你不怕死？那你不怕他死吗？我们早就约定了同生共死，你以为你这招还有用吗？静静，你愿意跟我共赴黄泉吗？我愿意。这一世我们不能白头到老，来世我们再续前缘。好啊，我成全你们呢。静静，住手！好一对痴男怨女啊！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当连理枝啊！白晶晶，你这个师妹终于有心仪的对象了，我这个做师姐的怎么能不帮你把把关呢？你要做什么？你可别忘了500年前的故事啊！他500年前寻花问柳，这500年后可就吃不准了。你要当正人君子吗？那就会坐怀不乱呢。师姐，你该不会……你要干什么？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有没有兴趣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500年前你不是这么说的，师妹。500年前你输给我了，500年之后你还会输给我。不可以！看好他！至尊宝，至尊宝！我告诉你，得得到我的人，你得不到我的心。少做梦！谁稀罕得到你的心？我至尊宝不想做的事儿，谁强迫我都没有用，是吧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抵得过我的催情大法。催情大法？你在这哭有什么用啊？别这么看着我，恶心。可是我现在除了哭还能做什么呀？喜欢就去追回来啊！要不是师姐在这绑着我，你以为我会在这待着？
可是春春她不喜欢我。原来你是真看不出来啊！看出来什么？师姐她喜欢你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师姐都认识几百年了，她是什么样的，喜欢谁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再说了，依她的性子，这么危险的时候带你一起来盘丝洞，为什么呀？可能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仆人。她要找仆人多的是了，师姐她风华绝代，为什么就找你一个人？嗯？哎呀，你别再犹豫了，再犹豫你就要当至尊宝一辈子的仆人了。快去啊！你不会是想逃走吧？我都这样了，能逃到哪里去啊？谢谢白姑娘。告诉你，春三十娘，你不准动我。如果你敢动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让我府东帮兄弟过来把你给。催情大法。不要脱我裤子，我就一条。春春。至尊宝，快醒醒！这什么情况？醒醒！你跟师姐，我跟师绝对没有，我发誓。你看我这裤带还系着紧紧的呢。走，我们快走。
嗯。